喺現實生活裏，始終都離唔開現實兩個字。人係要面對現實嘅，一份工作冇好嘅待遇，冇加薪又冇福利，咁跳槽都係完全合理嘅。人往高處啊嘛。至於嗰啲人際關係，彼此嘅付出唔對稱嘅，都一樣會放棄，會終止關係㗎。好似我咁做網台都一樣，搏晒老命去做，啲收益毫無標準，任佢俾幾多就收幾多㗎。你認為我會繼續用心去做咩？社交網站唔係得你一個，我都會睇路，邊一個台有合理嘅盈利標準，我就做多啲啦，係嘛？有啲台好奇怪嘅，中意就俾你盈利，中意又冇嘅。有時觀看數啲 view 數多嘅反而冇收益，佢係永遠唔會俾你知道係點樣去計，包括廣告收益。所以我會轉型同轉台，除咗短片，我會做長片錄播，之後會做直播。雖然呢啲都係我嘅興趣，但如果冇收益或收益少嘅，你諗我會嘥時間嘥精神或搏出名咩？生活始終要靠賺錢嚟維持啊嘛。